咱今仔日主题就是食农教育甲生活，真感谢咱农业部的机长，就是陈建英，陈建英来甲咱做即个分享。好，多谢咱家兴的迄个邀请吼，即个有机会来遮甲大家分享咱食农教育甲咱的生活吼，到底有偌近吼，甲咱的生活有啥物关系？好今仔日吼一开始我先做自我的介绍吼。其实我即个受到邀请了，我咧想讲，我除了本身一寡毋管是学历吼，还是一寡经历来讲，到底有几项是和台语有关系吼即个想讲吼，来用即个方式吼来做一寡介绍吼。第一是，我讲台语吼，其实34年当吼，其实即个34年当吼，大家应该知影，我就是34岁啦，所以其实大家应该差不多啦吼。你若讲大学生嘛，加差1年尔吼，应该袂讲差介济。过来是咱，过来看到吼，本身我是嘉义人吼，所以其实我讲台语淡薄仔嘉义腔吼，淡薄仔嘉义腔。所以咱咧讲台语的时阵吼，可能一寡腔调吼，无一定是恁可能平常时听着较会惯势吼，毋过无要紧，咱就是做即个机会，嘛当做一寡交流吼，听看觅嘉义腔在写做安怎。毋过本身其实我无感觉我讲我有一个腔啦，只讲听的人会感觉会无共款吼，会一个讲法。过来吼，第三个吼经历就是讲，我霹雳布袋戏的年资吼，已经10年当吼。10年当吼，其实毋是讲毋是讲迄个去去搬布袋戏吼，还是去表演布袋戏10年当吼。其实我已经看布袋戏即个节目吼，已经看10当吼。到即马嘛是吼，时不时会去看电视啦，还是讲看外口咧表演的一寡布袋戏吼。其实本身是我的一个兴趣啦吼。顺续吼会当练一下台语，听一下无共款的台语的讲法。大家有看过布袋戏的，看过霹雳布袋戏的有无？即个迄个连接内底的迄个，敢毋当？你若要讲话，还是讲要留一寡信息，会当即个连接会当看会到。你讲留话，留话敢看会使，看会到吼。好若讲等下若讲到一寡吼问题吼，还是讲我无讲较清楚，大家拢会当伫遮嘛做一寡提问吼，叫做一寡交流。大家有看过布袋戏无？布袋有看过，帮我伫边仔2遮加1的加1。有看过有人举手，有人举手。布袋戏了，我看10档吼，一个足大迄个感想吼。有两句话，你看布袋戏绝对学会着，平常时用会着。是我感觉布袋戏的迄个，伊算上重要两句话，你绝对会晓。大家约会着是倒两句话？你看每一出无共出布袋戏，绝对拢有两句话。你是不是咧看？是不是看着嘛？是不是会出现？有无？大家分享一下无？无要紧吼，我只下公布答案吼。有两句话，第一句就是布袋戏内底是不是吼，就会听到哈哈哈哈哈这个笑声吼。这就是看布袋戏10档我上大的一个感想。第二句话是啥？你敢知？第二句话就是哈安尼哦。这两句话你学起来，布袋戏你去讲我有10档的资历吼，你这两句话你绝对学起来吼。这就是咱布袋戏吼，是不是？会去听到的两句话。好，刷落来，咱再来看吼。再来，我本身的工课吼是伫农业单位吼，所以我时不时去甲农民啊、渔民吼做一寡交流，讲一寡政策分享一寡内容吼，所以头路定着讲台语。好，我为着即个演讲吼，我去评着一个吼，我国小竟然有去参加台语演讲比赛，摕着第3名吼，所以这是我台语的经历吼嘛，和大家分享吼即届吼，咱也看会到吼，其实我本地学经历吼，甲一寡工课、一寡成就吼，来甲分享伫遮吼这其实无介重要吼，即届只不过是即届有即个机会吼，以食农教育即个话题吼，来和大家做一寡了解吼来再做一寡讲咱食农教育到底是咧讲啥物吼。好，一开始吼，要进入要开始咱的正题吼。正题内底第一句吼，大家先知影，啥人叫食农教育吼？其实每一个国家拢有一个食农教育的一个法案吼，也是讲一个法律的物件，伫遐做一个规范吼。咱台湾是伫咱前年吼，才开始立这个法吼，开始咧做推行。啥以食农为名吼？
古早话有一个吼，民以食为先吼，啊农为本。哦，所以这个食甲农吼是无法度分开的吼，伊就是一个源头吼，啊甲一个咱生活吼足大重要一个连接吼，所以以食为先吼，啊农为本。吼啊，这个是一个图吼，咱介绍讲吼，咱农业吼会要紧性吼有偌济项吼，咱其实含咱生活毋是干那讲粮食有关系尔吼。以咱农业来讲，你若讲哦，平常时咱食物件吼，你去超市内底，还是讲你去传统市场。你要买菜，还是讲你餐厅食物件，你可能敢若第一个就是讲看有新鲜无吼，看有青无吼，还是讲你的价少偌济，还是讲你介意食啥吼，这几项啊是咱消费者平常时吼会去接触到的。不过其实农业吼，伊毋哪敢若讲提供咱的粮食甲咱这个选择尔，比是伊农业的要紧性是包括咱即马讲的台语吼，伊农村文化的一个传承吼，所以伊农村文化是透过咱农业吼足重要一个。算讲一个出口吼，透过咱食吼，透过咱对传统农业的了解，你会当知影讲以前的人是安怎会种这个物件，会食这个物件啊，文化伫对吼，这是咱台湾农业上重要的一项吼啊。第二项就是伊对环境啊，对水土的涵养甲保持吼，是咱农业像要讲友善咱的土地啊，种一个有机的物件，还是讲伊有一寡就是咱。用药啊较少咧，用肥料较少咧，啊对土壤啊对环境的一个保护，嘛是咱农业的一个上重要的一项吼，就是一个项目吼啊。过来就是咱国土的保安吼，甲增加咱农村内底一寡经济会当维持吼，所以你会透过咱消费者咧选择咱的食材吼，咱要食的物件，你会变相吼去支持咱农村内底，遮个农民伊的生活会当维持吼，啊甚至会当开发更较侪无共款的农业的形态吼，会当伫咱农业内底会当看会到吼，所以咱农业内底毋若干那伫粮食的一个提供吼，伊重要是其他咱讲农业的多功能吼，伊的价值伫遮。好，啊咱再来看吼，咱食农教育内底吼，甲咱上大的关系吼是第一项，你会当对食米吼食米量。来看，是安怎食米量来看？因为台湾吼上大的产量吼就是米吼，啊，过来就是其实咱亚洲这边吼，咱咧食物件大部分吼主食吼拢是以饭吼为主，所以你会当对食米的量来观察讲，咱到底对食物件的选择是毋是有一寡改变？啊，你会当看这个数字吼，你会当了解讲，这几档的转变吼，这10档、这20档的改变。咱大家食物件，其实是选择开始西方化。西方化是咱学阿倒啊食物件，吼，还是拣物件，你可能会去选择意大利面，吼，还是讲你袂去想讲啊，意大利面230吼，你感觉做价值的，做气质的，吼。毋过咱其实有时啊，咱等到来看，咱其实对卤肉饭吼，对咱传统料理是毋是接受度就开始降低，吼啊，连带就影响到咱食米量愈来愈少，愈来愈少。所以你看，对1984年吼，咱每一个人吼，平均食米一档吼，会当食到84.4公斤。互大家一个观念啦吼，84.4公斤的迄个食米量，差不多是平均你一工吼3顿1顿1碗饭，吼平均啦，平均差不多一工1顿1碗饭的量。吼，伊即马你看吼，咱即马这几档的迄个平均的食米量已经降落来剩43公斤。43公斤，你给它算者，差不多吼，对平均一工吼，差不多食一碗半的量吼。啊，甚至碗半，迄个半可能是食糜吼，食糜，你可能食糜，你可能是无用到1颗米吼，会当煮一顿吼。所以其实咱的食米量已经降到一半以下吼，降到一半以下。所以其实对这个数字，你会当看起来讲，咱平常时食的物件吼，其实已经毋是咱传统的。即台湾人以前咧食惯食的物件吼，已经看变做可能会食面、食胖吼，甚至食一寡外国挂包吼，拢有可能吼。所以其实咱食米量会当看会出来吼，咱其实咱饮食的惯习吼，咱食物件的惯习已经做改变。好，咱来看综合的数字来看吼，咱本国的粮食吼已经外口进口到啥物程度？咱以总体吼，总体咱的粮食的自给率来看。这样算咧，你简单想者，你一工食入去身躯内底，这个力量吼，占偌济趴数，是来自咱台湾家己生产的物件，吼，啊，偌济比例是来自国外进口的物件，
就是咱粮食的一个安全指标。你会当看，伊即马日本甲韩国差不多拢占4成左右，啊，咱台湾差不多拢降落来甲差不多3成左右，所以你会晓想，你一工食入你身体内底，提供你活动力吼，啊，你的这力量的比例，吼，敢若有3成是来自台湾家己生产的物件。所以伫食品的选择，伫咱食材的选择面顶，你可能较无意识讲，我会去看一下讲，这个生产的国家是毋是台湾，还是进口？吼，甚至是咱平常时去外食咧食物件、拣物件时阵，咱可能食物件大部分嘛毋是来自台湾的物件，吼，那是来自国外的物件。啊，所以日本甲韩国其实足早就意识到咱迄个因国家的粮食吼进口愈来愈侪，吼，所以因伫2009年的时阵，吼，就开始送咱食农教育的法案，吼，啊，这个法律拢定落啊，吼，啊，透过农业，透过咱教育单位，吼，甚至是咱卫生单位、其他的劳动单位、经济单位做伙来送，吼，所以因即马个会当保持着差不多4成左右的一个吼粮食的一个自给吼迄个状况。好，啊，咱搁来看吼，出一个题目吼，几个题目吼，大家做一下试验吼。你平常时上接食的物件吼，是倒几项？你的主食吼，你主食是倒几项？咱食农教育咧讲的吼，第一推主食来看吼，咱讲人吼食鱼吼，啊鱼食水，表示讲咱食农教育甲咱的生活是息息相关吼，袂当分离的吼。所以这几项大家要看觅吼，倒几项啊是你平常时上接食，还是讲你想你昨就好啊，你昨3顿敢有食着一顿饭吼？咱是想看觅。啊，我讲起来这3项吼，就是咱平常时吼，差不多8成至9成的食材来源吼，毋是咱台湾家己生产的。啊，你若讲外国挂包来讲，即马你若讲咱较常食的看迄个麦当劳吼，还是讲咱迄个 Burger King 吼，因可能内底肉吼、鸡肉吼，啊甲卵，啊甲一寡蔬菜，可能佫上无佫来自台湾吼啊。伊毋过伊的胖吼，只要卡着胖，只要卡着这挂包用的、面用的材料，拢是来自进口吼，麦啊吼，这麦啊拢是来自进口吼，所以咱平常时食吼，以主食来讲，敢若饭吼是咱台湾生产的。啊来看，咱逐工可能会食的吼，你若维持健康，重视爱食水果吼。咱即马吼来到5月、6月吼，啊甚至是要到8月、7、8月啊，是咱台湾上济吼水果生产的这个季节吼。咱你看觅啊，佫倒几项是你平常时去超市吼会去买场，你会去摕，你会去买倒几项吼，大家看一下。是菱个吼，还是金蕉吼，还是刺泡，还是酸仔，还是咱芭乐，还是蓝莓吼，还是迄个高头果吼，还是咱的迄个葡萄吼，倒几项啊吼是你平常时去超市吼会去买。好，无要紧，我来大家吼介绍者。我讲起来这几项吼，就是咱以前差不多5当前吼，你是不是佫会听到足侪营养师咧讲的吼？因讲啥？伊讲一工一粒菱个白听离你会足远的对无？就是因为即句话，所以台湾人吼足爱食菱个，啊，毋若安尼，这几当啊吼，佫会看到讲蓝莓啦吼，迄个高头果啦吼，大家拢讲哦，伊的迄个维他命 C 吼足侪吼，还是讲哦足侪微量元素吼伫内底吼，啊，大家食吼对身体足健康。毋过其实啥我会讲这3项出来，互大家做一个案例吼。主要原因就是这3项，其实伊边啊这几项啊水果，伊毋管你咧讲维他命 C 吼，还是讲咱讲的这微量元素，其实伊边啊这几项啊水果，拢比伊加3倍、加6倍。好，所以其实尤其即马6月中，即马酸仔大出吼，酸仔大出，啊，你会当去看酸仔啦、芭乐啦，甲这金蕉，其实这营养的迄个微量元素，其实拢比这3项水果更较侪。啊，当然啦，你讲以台湾的这农业概况来讲，现在咱的进口菱个，主要是咱签足侪国际即个合约吼，包括 WTO 啦吼，包括这个国际合约内底拢有规范吼。譬如讲你每一档
吼，拢爱进口偌济冷个，吼，也是讲进口偌济猪肉、牛肉，较会当互咱即个签约的即个合约的规定，吼，所以有些进口入来是规定，吼，啊，毋过咱消费者有选择的权利，吼，所以希望讲大家虽然讲咱为着要行入国际，吼，所以咱一寡为着要出口一寡，毋管是迄个台积电的一寡，一寡伊的迄个高端的一寡咱即摆技术叫咧讲 AI 一寡物件产品，电子产品，毋过你会牺牲着咱农业的一寡进口的条件，毋过咱消费者有一个选择的机会，所以像咱即摆你会去超市，你会去看着讲，阮拢有要求遮个贩卖单位，也是讲遮个厂商，拢爱打啥物，都爱打产地，互消费者有一个选择的机会，所以你会知影讲，咱平常时咧食的物件，要安怎选择，会当顶着咱台湾家己生产的农产品，这是咱即摆食农教育里面甲咱生活相关的。好，过来咱来看以肉类来讲，鱼肉、猪肉、鸭肉，甲遮个牛肉，倒几项啊，是咱进口比例上悬的，这嘛互大家参考者，大家看者，啊，倒几项啊是你平常时上食要互囡仔食的，还是你本身上爱食的，你可能做爱食素食的，所以你可能红鲢鱼，你可能见了足济，还是讲你做爱食牛排的，所以你牛排见了足济，这几项啊，你拢会当看卖啊，是咱平常时上接看的，上接看的。好，啊，大家若看了我来做一寡介绍，你看，其实你看会出来红鲢鱼甲咱的迄个牛肉是进口比例上悬的虽然讲台湾伫掠鱼的市场占全世界第3名，所以咱鱼货量提供全世界量嘛是第3名，所以毋过加一款鱼啊咱绝对是伫咱会当捕猎的即个海区内底绝对掠袂着鱼啊，就是咱的红鲢鱼。红鲢鱼大部分你掠会着的区域拢是伫差不多是欧洲、美洲遐个所在你掠会着即甲咱大海的迄个洋流有关系啦所以其实红鲢鱼绝对袂出现伫咱台湾附近会当掠海域内底所以你食红鲢鱼绝对就是进口的咱台湾无家己生产毋过你讲五仔鱼啦还是讲咱一寡台湾的你食看市场食看鱼大部分拢有就是红鲢鱼伊无即个台湾生产嘛无去掠袂着红鲢鱼有人讲三文鱼啦，毋过三文鱼大部分我去查大部分拢是闽南迄边咧用的福建迄边咧用的台语毋过大部分咱台湾人传统咧讲，像阮老爸老母咧讲，大部分拢讲红鲢肉、红鲢鱼因为肉就是红色的以前人做简单咧，红色的肉都叫红鲢鱼所以因拢讲红鲢鱼。牛肉正经咱市场差不多拢10块即马因为正经新闻咧查牛肉其实嘛是受到国际一寡交换条件所以伊有要求讲咱牛肉爱进口偌济比例毋过即马毋管日本还是韩国，伊只要进口猪肉还是牛肉，伊绝对拢会袂得拍讲你是来自倒一个国家所以日本甲韩国的牛肉进口比例嘛足悬，毋过你看到一个趣味的状况。韩国伊用啥物敢知？伊用咱咧看的电视遐个节目去一直强调甲宣传讲咱食着爱食啥物韩国的牛肉，咱敬着爱敬韩国的牛奶这是因上爱做的一个宣传的手段。你会敢发觉一寡节目伊的名称拢会杀啥物？杀因的炮，因迄个啥物迄个面啦因迄面因其实我做爱食迄个烘猪肉。甚至是因的泡菜因的迄个kimchi对无？因的kimchi拢是因做爱伫因的节目内底宣传。日本嘛是因上骄傲就是因伫因的迄个，咱是毋是去看迄个啥物？迄个Okinawa 因有生产啥物？生产猪肉，猪肉所以因拢会强调讲，咱日本人就爱食家己的猪肉因有因掠会着迄个红鲢鱼，所以因会生产因的日本料理，你爱食饭来食饭来配红鲢鱼。所以其实咱受到国外即个影响所以咱对这进口食品的接受度足悬。毋过咱较少去宣传甲
去甲大家推荐讲咱台湾家己生产的，其实咱台湾的猪肉、羊肉、鸭肉甲鸡肉，其实拢是100%，接近100%拢是台湾生产会提供的肉类，甚至是猪肉，咱伫前几冬大家应该有注意到，咱即马毋是迄个疫区咱已经毋是疫区啊尤其是咱真正咧讲的迄个非洲的迄个猪的病虫病害非洲的病害，所以其实你会发觉讲，咱台湾其实做有竞争力咱的这个猪肉提供、肉类提供，其实做有竞争力的。所以其实咱咧选择的时阵，会当选择到咱大家国产的这个肉类来做食用安尼，咱继续来看咱迄个食看的蔬菜内底这几项其实就是你伫超市内底上食看的几项整理出来大家参考你会看到洋葱洋葱大部分超过一半拢进口，主要是因为咱洋葱热天甲寒天生产的量差异足大差异足大所以洋葱咱爱配合着进口来做一个调整，产量的调整，互大家一年四季拢有洋葱通好紧。毋过洋葱大家免烦恼是，大部分的洋葱咱甚至是含，譬如讲含越南迄边做合作，阮伫越南种种，因为咱欠的时候，咱甲进口去做一寡调整所以其实有些咱种虽然毋是国产是进口，毋过其实是咱的农业伫东南亚迄边做一寡迄个栽培要调整产量时阵，甲做进出口的一个调整，所以大部分你毋免烦恼讲咱蔬菜需要靠国外来进口。水果上明显的，你会看到，敢若你即马看起来就是咱的菱果甲咱的高头果是100%进口，其他大部分拢是咱家己生产的迄个水果。葡萄来讲咱是因为咱国内的迄个消费者最爱食日本的无籽的葡萄。其实咱台湾嘛有其实咱台湾嘛有，毋过日本甲美国因为伊大面积的生产，所以伊较俗，所以葡萄变讲为着市场的需求、消费者的需求所以拢会进口一寡葡萄，是无籽迄种葡萄为主毋过你若已经咱台湾的来讲大部分拢是咱台湾的生产的较济。肉类来讲，我嘛整理这表互大家参考这嘛是阮伫农业部内底网站内底掠会到的资料我甲整理做这个表互大家看较详细你看到猪肉的自己的迄个比例要接近90%接近90%无啥物变化拢无啥物变化牛肉其实是有愈来愈低愈来愈低的状况，毋过其实咱主要是咱因为咱本地自己的比例就低拢伫6%以下愈来愈低是因为咱生产的成本愈来愈悬，卡着啥物你敢知？因为咱饲猪饲牛拢爱饲料咱饲料大部分拢是进口进口的国家有乌克兰还有欧洲因为啥愈来愈成本愈来愈悬就是因为咱这几冬因为战争的关系所以国外的这个农产品无稳定咱要挖靠咱的这个番麦做饲料，还是这麦仔做饲料，还是咱这迄个黄豆做饲料咱台湾生产的量足少的所以生产比例愈来愈低咱的进口比例就愈来愈悬过来就是咱即马因为共款签约的关系，所以咱牛肉进口的比例就会较悬所以咱希望是消费者若有机会譬如讲你去台南还是讲咱有机会去云林这两个县市是家己生产牛肉比例较悬的县市所以你想要去台南会食到牛肉汤去云林会食到咱讲啥物温体牛就是因为这个关系因为这两个县市是咱生产牛肉比例较悬的县市像咱讲咱像咱咧讨论着讲咱平常时的选择甲咱的这个食农教育做有关系以这个图表你会当看会到咱其实这几冬咱对于食品的开销其实比例拢差不多食品的拢差不多差不多你变动的迄个状况就是敢若一个状况，就是你选择的时阵是选进口还是选地产选台湾地产以咱拄仔讲的这个国际情形来看是安怎咱这两当咧讲牛肉还是讲咱这猪肉这个含咱国际的情形有关系是安怎你的选择甲咱国际迄个甲咱本国的迄个竞争力有关系，就是因为你若农民伊咧饲这猪饲这牛
市场若无支持，无甲买起来吼，伊变伊无销路，伊变伊就降价，伊要继续生产，继续去饲的这个动作。真重要呢，这两冬大家应该有看新闻知影，毋若是战争，也是疫情的关系，农产品波动足大，波动足大。每一个国家咧做粮食安全的这个评估的时阵几个条件大家会当看会到。第一个条件就是你国家有生产无？生产的量偌济稳定无？国民敢有容易去买到还是去摕到才会实在这是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就是你国家内底有偌济会当藏人讲会讲算讲仓库，还是讲咱的一寡粮仓会当藏偌济的食粮伫内底这是咱可能平常时会看的第二个条件。第三个条件就是你咧运算讲运送的这个通路甲运送的这个过程是毋是有保持着粮食安全的一个标准以咱进前 COVID-19 咱伫迄个疫情的期间本地联合国伊评估起来，新加坡本地伫疫情进前是粮食安全上悬的国家。毋过这几冬因为疫情的关系，伊发觉讲其实新加坡已经毋是咱即马粮食安全的国家第一名。是安怎？本地伊的评估条件是啥？咱拄仔讲的第一项分数占上大的，就是你有生产无？第二项、第三项、第三，你会当藏偌济伫你的国家内底？你运送的过程中是毋是安全？新加坡无半块农地，毋过伊伫后壁第三个、第二个、甲第三个，伊做了足好。伊控制着咱亚洲、欧洲、美洲两边，咱迄个粮食运送的这个中间的这个算讲一个转运站的这个角色。所以伊这个分数摕了足悬的，伊会当保持着伊国内有足济无共款的农产品伫伊国家内底藏久，运送通路佫无问题。毋过你会记得无？咱疫情期间，每一个国家伊的迄个，毋管是你要空运还是要海运，拢安怎锁起来对无？拢爱检验有规定偌济量礼拜，所以拢锁起来，因为保持着咱毋管是人，毋管是产品，才会疫情的传染所以拢会锁起来。才会通路若锁起来，伊的分数就降低所以伊即马足紧张，像迄阵疫情的期间，超市啦传统市场会发生着咱新闻看到，伊会去民众去超市抢物件买，就是因为伊家己无生产，所以这个生产的重要性甲生产的分数就有关所以咱即马每一个国家拢咧讨论着讲，你有偌济会当欠，偌济当生产。你要叫农民生产，你咱消费者就爱去做支持再来去做支持。所以农业是咱每一个国家的根本根本。尤其咱台湾以农立国，即马发展着咱工业商业的时代，这工业甲商业要安怎去做一寡就讲有效的一寡算讲产业的一个链断互伊赚的钱甲伊发展的技术会当转来咱农业做支持甚至是咱消费者赚钱了后，要安怎更加的去买咱国内生产的农产品来去支持咱的农民。所以你其实看足侪新闻，其实拢跟咱农业有关系。譬如讲，时常教育内底跟咱生活有关系是啥？咱讲健康尤其足侪少年的迄个查某囡仔上爱下晡食点心对无？下晡点心要怎选？你看咱新闻以前咧送的时阵，营养师拢甲大家讲啥？讲你咧选的时阵，就爱食一寡水果一寡牛奶一寡蔬菜来做一寡营养微量元素的一寡提供。毋过你看伊内底咧选的大部分，差不多占一半，你会看到讲进口的足侪，对吧？咱拄仔讲的蓝莓，咱拄仔讲的高头果，咱拄仔讲的菱果，拢伫内底，甚至是咱一寡迄个鸡卵果进口的物件拢伫内底，互大家做选择。所以其实你即马会当外行咱会当紧着咱国内生产的农产品为主咱较会着支持着咱本土家己生产的这个农产品。再来是咱讲着
科技的部分，即摆咧讲 AI 吼，即摆咧讲咱即摆科技的演进，其实拢和农业有关系。即摆农业嘛，不在只是伫伫田内底顺田吼，还是讲伫曝日吼，还是讲落雨啊看天食饭的情形。即摆其实拢会当用科技的部分来去做管控，吼，咱房室内底、温室内底吼，拢会当种蔬菜、种麦冬瓜、种一寡水果拢会使吼。即摆拢用科技咧做改变。所以嘛，欢迎讲你对农业有兴趣的人，会当做伙来参与这个农业生产的这个过程。啊，再来是咱食农教育上大的关系是，其实咱新闻看到黄豆、乌豆，吼，啊，甲毛豆，其实这三种豆拢是同一种，拢是大豆，只不过是还未熟的时阵，青青毛毛的时候叫毛豆，吼啊，半成熟的时阵，吼叫黄豆，吼熟到要变过啊，吼熟到已经要落落来啊，叫做乌豆。啊，大家那其实拢毋知影讲，其实这三项拢是大豆的一种，只不过是咱要食伊的，要惯势讲要食，还是讲要做加工的时阵，采收的时间点无共款，吼，所以毛豆就是伊青青时阵做采收，黄豆咧做豆腐，吼，啊是要做一寡豆花要用的时阵，我可以用黄豆，豆奶要用黄豆，啊，个是咱做豆油，吼，咱就用乌豆，吼，做乌豆来做一寡采收吼，所以其实你会发觉讲，是咱平常时吼，农业其实含咱咧食吼，做有意识的一个消费者的时阵，其实关系是做接近吼，做大近吼，伫咱生活是其实做关联是相关的吼。啊，过来咱来看吼，咱做者新闻最近咧讲吼，你看大陆吼是不是咧禁咱的食品吼，禁咱的食品，所以其实咱伫农产品最近吼，前几单啊，佮咧讲吼，要禁往来吼。啊，禁莲雾吼，啊，过来禁山药吼。其实咱伫国甲国之间吼有合作，有竞争吼，有竞争。所以其实咱拄仔讲啥啊，猪肉会希望讲大家加支持，或是讲水果出来加支持。譬如讲美国甲中国吼，毋是大陆，毋是敢若含咱有冲突，伊嘛美国含有冲突。一开始美国含大陆咧做冲突的时阵，伊嘛是用啥物？嘛是用农产品对禁，是安怎？因为美国足需要大陆的市场，吼，大陆虽然佮有生产做农产品，毋过伊人口伤济，伊无法度提供有够的粮食互因的国人，吼，国民做使用，所以伊拢爱靠台湾、日本，吼，甚至是韩国，啊，甲咱美国，会再进口，较有法度提供咱中国。吼，这边伊有够的优势啊，所以伊拢爱挖靠外国的资源吼，所以美国含咱中国咧冤家的时阵，伊就无欢喜着，伊就无爱含美国买猪肉，伊改换含迄个别个国家买猪肉，结果伊买猪肉内底，伊无去注意到讲有非洲的即个疫情伫内底，吼啊，所以伊买着就变伊中国内底的即个猪肉，全拢着卖，吼啊，无法度做食用嘛，无法度出口。这个时阵，咱台湾既然有一个疫区，吼，咱就有法度去做大量的这个出口，吼，啊，甲会当有有够的这个市场，吼，来去供应着咱遮的农民，会当继续来做这个市，吼，啊，甲希望讲会当拍入去，不管是日本的市场嘛好，或是中国的市场，吼，拍出去咱国外的市场，吼，来做竞争和甲合作，吼，所以其实有些。咱会发觉着讲，咱有些卖外靠进出口，咱家己国内的人吼，就爱去做支持吼，去做选择吼，咱较有法度去抵抗吼，咱人家进的时阵，咱家己国人就爱去做支持吼。啊，个就是咱拄仔讲的吼，战争吼，战争，毋管是咱乌克兰的战争吼，还是讲咱即马迄个以阿吼，迄边的战争嘛，共款吼你。咱的粮食吼，就是有危机吼，啊，就是有产生波动，吼，产生波动，咱更加在重视讲，咱是毋是农地会当做农用吼，会当做生产，啊，生产了消费市场有法度做消费做支持，啊，个咱讲着电的部分，其实含农业做关系，咱拄仔讲的房室，还是讲温室，伊面顶吼，拢会当做太阳能的即个迄个设施吼，设施的迄个。安达吼，安达去了，咱嘛除了做农业嘛，会当顺续做一寡吼，咱电的提供，
啊，再来是咱讲的文化的部分。其实农业吼，神农教有足大的部分是拄一开始讲，甲文化做关系。像咱咧讲，大家毋知有印象无？吼，咱有参加咱迄个万里迄边吼，有蹦火啊，吼蹦火啊，蹦火啊是啥物？是啥物传统的活动吼？伊是大概做一个简单介绍，伊是有诶鱼啊吼，伊尤其是迄个暗时诶时阵，甲咱迄个尾鸭共款吼，甲鸭共款，看到电火，看到光，伊就会刷挖过来，伊就挖过来。所以渔民嘛足巧诶，伊迄阵吼暗时诶时阵，伫迄个鱼仔量大诶产价时阵，伊伫咱迄个船头吼，啊用迄个蹦火啊，用迄个咱讲迄物，迄个硫磺啊去点火啊蹦起了，有迄个光吼啊甲火，啊迄鱼仔就会跳起来，伊迄阵就用网啊随甲鼓起来吼，随甲鼓起来，这是以前做传统诶迄个掠鱼仔诶方式吼，所以蹦火啊即马是每一档吼拢会办一个活动吼，互大家看到讲传统渔民要怎去掠鱼仔即个过程，吼啊算讲嘛互即个消费者吼，还是讲咱游客吼会当去体验着讲啊蹦火啊即个过程，吼啊，过来就是咱拄仔讲诶。吼，伫一寡传统诶农村吼，还是讲咱要去做一寡佚佗诶时阵，你会当去选择讲咱一寡农业有关诶一个活动吼。譬如讲咱即马讲诶即寡年会愈来愈侪吼，尤其农村啊，阮安排吼，甲教育着遮老伙仔吼，伊去学一寡技术，啥物技术嘛？做教少年仔安怎用一寡农业诶植物吼去做一寡新诶艺术品吼，啊，互大家互一寡产物啊，顺续透过咱五感的体验吼，去了解到咱农业其实毋能干那食吼，佮有别项会当去照顾你的身躯，照顾你的心内健康拢会使。啊，甚至是有一寡咱传统的农村吼，还是讲咱的社区，也透过农业吼一寡原住民客家的文化吼，啊结合着咱的农业吼去做一寡。艺术嘅一寡吼美学吼，咱咧讲即寡即个部分的迄个宣传吼，啊，让互少年仔会当有愿意去摆着咱的传统的即个农村社区，吼做伙来做一寡文创吼，文创的一寡物件。好，啊，咱士农教育的重点吼，简单吼，赶紧来做一个分享吼。咱士农教育内底分三个阶段吼，三个分类内底，互大家较好了解。第一就是 A 的部分吼，咱讲 agriculture 就是咱农业，农业是生产含环境吼，含环境。所以咱以前咧农业以前拢干那讲家己的生产吼，偌安全吼啊，偌济量啊，希望大家支持。毋过咱其实士农教育一直无去甲大家讲，要安怎好啊紧，好啊料理，甚至好啊保存，啊食要安怎去食吼，比如讲咱鱼要安怎去食鱼啊，要安怎拣鱼翅，要安怎去选择吼。正确的、健康的鱼仔，要安怎去看，要安怎记？譬如讲，大家拢讲西瓜爱摘，对无？西瓜爱摘，你敢知影西瓜摘到底写起来、听起来是爱有80感的，80感会较好，还是讲听起来清脆较好？哦，所以其实大家拢毋知影讲要安怎去拣西瓜，吼，咱摘起来就是有80感，啊，摸起来。重吼，要是讲含水量悬，啊，摘起来吼，叮当的声，就是讲内底含糖的量足悬的吼。啊，再来往来，譬如讲咱往来拣往来，大家知影往来头、往来尾倒一边较甜？有人知无？哦，往来头是倒一边？往来头就是应该安尼讲，往来尾就是有叶啊，尖刺的，有叶啊，迄边叫往来尾。往来头其实就是伊凸起来的，迄个位叫头，所以头上甜，吼，所以往来是对下骹往顶悬咧发育，所以伊上甜拢伫下骹，吼，所以咱咧拣往来时阵，吼，你爱看讲伊往来头，就是你凸起来迄个部分是毋是有青，吼，是毋是有？你若讲有看到一寡生菇，吼，还是讲连，比如讲迄个往来可能伤过熟，还是讲会拍算去，吼，所以。有人要等下往来会颠倒头壳，吼，就是伊的叶啊，刺的叶啊，往下骹啊，头壳伫面顶，因为伊这甜分，有人讲就流落来，所以你破开较袂讲一边足甜的，啊一边无甜，吼，所以这是咱农业希望讲，毋若干那咧介绍生产，吼，一寡生活内底一寡知识，吼，一寡小的一寡趣味的吼，一寡知识会当宣传互大家知影。
过来咱讲 B 的部分，就是咱 behavior 就是个人吼，你的健康甲消费。所以阮含迄个卫生局吼就是讲咱迄个卫生单位合作足多，就是讲要去介绍讲要安怎食物件，吼要安怎选择你食的物件是符合你的健康，另外一边就是符合你选择的是咱国产。所以以前咱含卫生单位甲社会单位吼福利单位合作的大部分，因咧送的拢是讲要安怎食健康，毋过无去意识到讲咱食健康该顾着咱国产的即个选择，所以咱即摆农业单位甲卫生单位合作起来，来当甲即个饮食的即个知识传达互大家知影。第三项就是咱的 culture 文化的部分，尤其像咱即摆即两天过端午，咱知影做一人毋知影端午叫五日节大家拢当做叫端午节，端午节是直翻只肉粽，以前人拢讲少年仔拢讲肉粽就是种自米内底猪肉，敢若无介健康。毋过其实咱即摆肉粽拢会包啥？毋是敢若包肉、两仁，包一寡香菇、包土豆。其实遮个物件拢是咱国产的物件，会去体会到咱古人节的即个文化即个文化。过来中秋嘛是共款，新年嘛是共款。你发觉讲，即摆的少年仔伊对遮个年菜的选择是毋是有去想着讲咱遮个无共款的饮食文化遮个食物甲遮个料理伊后壁代表的意思是啥物比如讲咱食发菜是希望讲会当当岁寿，会当好业会当好过年所以中秋大家其实毋是烘肉啦，烘肉是咧广告迄个烘肉酱的时阵咧广告迄个咱月饼咱遮个传统的即寡人甲人咱对祖先的一个感恩一个态度所以这拢是文化的一种。所以咱希望讲透过无共款的三个面向就是 A、B、C 三个面向然后大家知影讲咱食农教育里内底爱包括就是讲农业生产环境再来就是饮食文化生活这包括你的健康包括你的文化再来就是讲咱饮食消费者对生活的生态改变安怎伫你生活内底去真正去做会到政府甲咱外口的单位提供咱遮个知识嘛好资讯嘛好大家有知影讲安怎去买安怎去拣是咱即摆咧做的工课。所以咱食农教育内底就是希望讲对咱饮食甲农业的连结会当变强对产地当了解减少咱粮食的浪费会当互大家稳定摕到咱的粮食。消费者支持咱农民较会当生产所以这件代志毋是干咱农业单位的代志，是咱全国人民的代志所以这是咱伫发目的这6项是咱对推动这个食农教育希望做会到的代志分享给大家参考大家知影讲食农教育伊咧做的是这个工课这个工课所以我嘛会支持外口的足侪单位来做伙做，包括教育单位就譬如讲我举这个案例台北市的这个国小含咱做合作伊合作的题目是万里蟹这个毛蟹真马加翅大家会晓分无譬如讲我举这个案例互大家参考大家知毛蟹你就是发觉讲伊的迄个譬如讲伊的迄个真骹足大个迄个有毛的就叫毛蟹无毛的叫真马叫真马你若讲像迄种伊的迄个就毋是像咱大公生安尼伊的迄个手足大毛的，伊是两只手拢变大毛的身躯长直迄就是叫做翅叫翅所以咱有3种的分法这是互迄个小朋友伫学校用话甚至是咱拄仔讲伫传统市场传去传统市场参观互渔民直接对因来做介绍这就是咱即马政府含咱学校合作的部分这就是希望讲咱遮的鱼产品、农产品含伊的生活会当合做伙过来咱的农场咱辅导做者农场去办咱的食农教育活动，互消费者有机会去报名去参加甚至是恁若有机会去遮农场行的时阵，嘛会当去了解因的产业譬如讲伊
台南的将军山伊的农场，白河上有名就是啥物？就是莲花，就是莲藕。毋过莲花莲藕其实是一个渐渐要失位去的一个产业因为即卖的人大部分拢较无爱食莲子，莲藕甚至是袂晓拣、袂晓煮。其实莲藕煮汤足甜足好食像阮兜时不时差不多1、2个月就会煮一摆莲藕汤。对小朋友来讲会做一寡气，会讲说较气化啦还是讲咱迄个。含别的蔬菜甲鸡肉做伙炖，伊的迄个滋味都无啥共款，所以希望讲嘛会当救一寡较实惠的即寡农产业会当透过活动动手做来做一寡体验，所以这是阮即摆咧做。过来就是讲农渔会因咧办的活动较会接近着啥物，嘛是会当大家报名参加的，就是讲较会接近着咱产业需要注重的譬如讲友善咱的。大海友善咱的生产环境譬如讲咱赤尾青赤尾青大家伊是啥物杀农产品？我挑伫这4百度无甲迄个农产品翕啊做详细大家又看卖，这农产品到底是倒一项？赤尾青就是虾啊，咱是看到咱迄个倒手边这个相片有人咧。做工书边后壁有一个虾有无？赤尾青伊是个青，伊的青是天顶的青意思，就是讲伊的尾溜有花斑，敢若天顶的青，所以叫赤尾的青。而这虾上较重要是本身咱消费者上爱食的是啥物？是樱花的虾樱花伊伫咧掠的过程中，其实对大海来讲是足伤的，因为伊爱。规个网拢爱找对海底上的下骹，鼓起来，你较掠会着遮个樱花虾。毋过赤尾青是伫咱台湾饲会起来，大海掠嘛较友善的一个方式，一个掠法就对啊。所以希望讲咱消费者加熟悉咱遮个加捌一寡咱对大海啦、对生产环境较友善的遮个农产品。对因来讲，要教因安怎料理甚至是带因去渔场看卖安怎食遮个鱼产品甚至是阮甚至拜托渔会农会来教大家要安怎处理沙巴鱼还是五仔鱼遮大家较食看的较食买的农产品阮嘛含外口的公司合作譬如讲一寡外口的公司伊为着要办一寡对社会有贡献的活动所以阮就讲，你会当以农业为主题以教育为主题来去对伊的迄个员工嘛好消费者嘛好，去教伊安怎熟悉咱的沙巴鱼还是讲一寡你这个公司所在这个县市有啥物特色农产品来大家做一下介绍，做一寡活动所以。在这个食农教育内底希望大家要怎甲生活结合就是第一项，就是你爱知影甲熟悉咱你本身住的这个县市还是你台湾每一个县市无共款，有啥物特色农产品大约啥物时阵啥物过去伊有啥物咱的迄个啥物季节是伊大量出的时阵。还是讲啥物文化伫伊后壁做支持有你才有法度去市场的时阵，知影讲即马5月6月金水果金果子的时阵，我会当即马钓时的往来即马钓时的山影甚至咱即马钓时的遮个水果你会当去选择第二项就是加参加一个活动还是讲加看一寡咱毋管是咱网络里大家咧分享的安怎料理安怎去重视家己的健康。别个国家包括日本、韩国，伊咧送伊咧过这个教育法甲这个食农教育法的时阵，伊毋若咧送农业的部分重点是讲，因为咱拄头前讲的咱少年也是讲咱本身对于个人的健康甲营养较无重视。咱有时拢为着咱爱食就是去选择农产，选择咱的食品，毋是为着家己的健康所以希望大家会当重视家己的健康，去选择对你有帮助
食品来去做宣传。所以伫韩国甲日本，伊毋若去宣传着因的传统文化，去透过即个人的迄个观念迄个推广宣传也是讲透过咱电视节目去宣传。咱就是为着咱国内农产品会当互消费者熟悉也去选择。所以你也知影讲要安怎去种，要安怎去料理，要安怎去保存，这就是咱希望会当做会到。再来就是去关心咱农业，还是讲咱农产品会安全问题嘛好，还是讲你对国甲国之间的合作，这新闻是安怎？你有重视，你有发声，咱政府就更较有力，去帮助大家去深入咱的家庭内底、学校内底、社区内底，甚至你即马做的工课公司，拢会当和咱合作，互大家做伙来重视这个农产品、食品甲健康这个议题，较会当真正咱食农教育是一个全面的教育，共同来支持咱农业甲保有健康这个目标，好。今仔日就是我对这个食农教育简单对法规的角度啦，对每一个国家无共款送的角度甚至是咱毋是干咱台湾甚至国甲国之间可能有一寡合作的问题，甲咱生活的问题做一寡分享。今仔分享就到这，希望讲大家有任何甲农业有关心的还是讲你想要了解，拢会当和我联络包括前几工前几个月应该前几个月咧处理的咱肉的部分还是咱卵的部分甚至是咱水果的部分，甚至是咱国甲国之间拄着困难的部分。其实我伫农业部内底，逐工拢爱接受这个议题，甚至爱开足侪会议去处理这个议题。今仔时间有限无其实我的分享其实会当2点钟至3点钟拢无问题对一寡即马新闻接看的即寡部分和大家来做分享大家若有问题嘛会当留这个消息伫咱这个行家的这个平台内底我若有看到我有时间我会当写一寡简单的这个信息互大家参考你嘛到农业部的这个网站内底去找一寡资料好今仔做欢喜和大家熟悉嘛做欢喜有这个机会受到邀请来再大家分享咱食农教育甲生活这个议题题目多谢大家用心来听任何问题咱后盖有机会来做交流多谢大家谢谢好了。真多谢，互咱有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咱逐工咧食物件对食物仔的问题，咱真正拢无想过遮尔济，真正毋过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已经1点外，所以期待以后还佫有第2拍、第3拍无共款的主题嘛，拢欢迎佫来遮分享。多谢。大家再会。大家紧去食饭咱食农教育上重要就是爱食饱食饱无咱拍上别讲食饱未咱只要爱食饱大家紧去食饭紧去食饭好，多谢大家多谢咱主办单位安排，谢谢多谢。拜拜。拜拜。